另一檔案我係咪？2025年11月26號，香港宏福苑發生嚴重火災，火勢由低層一路向上燒，造成多人死傷。雖然火勢已經被撲滅，但係火勢最早響邊個位置燒起，依然係事件嘅關鍵。今集我哋會根據現場影片、街景資料同大廈結構，還原最可能嘅起火位置，同根據呢個位置嘅特徵，分析可能嘅起火原因。26號下晝2點51分，網民 Striking Biking 同朋友響圓洲仔傾偈，突然聽到幾聲異響，佢哋望過去，見到以下呢一幕。呢度圓洲仔公園對住，佢哋第一時間報警，並且係拍低咗起火初期嘅珍貴畫面。要揾翻最早着火嘅位置，首先就要搞清楚拍攝角度響邊。打開 Google Map。呢度圓洲仔公園對住宏福苑，呢個應該係宏昌閣嚟嘅，着晒火。搞錯啊！響影片中可以知道，佢哋響圓洲仔公園對面，正前方係宏昌閣，咁應該係呢個位置。我哋撳落去望下。呢度圓洲仔公園對住，響佢身後有一個藍白色嘅建築，我哋向街景圖揾下。呢度藍白色建築，再對照下旁邊嘅單車路牌標示同埋路燈，都對得上。公園對住宏福，最後着火位置前面有幾棵樹同埋圍欄，左右兩邊嘅畫面都對得上。亦即係話，可能就係前面嘅呢個位最先起火。我哋用 Striking Biking 嘅另外一條片嚟確認位置。個大火燭啊！呢度一棵樹仔，對應 Google 街景圖嘅呢一棵樹仔。因為我哋而家睇緊嘅係24年3月嘅街景圖，所以影片中嘅呢棵樹仔睇落係大棵咗少少同茂盛咗。跟住呢度一條白色嘅水喉，上面都係一塊突出嘅金屬架之類嘅嘢，再上去嘅圍欄全部都對得上。所以呢一次宏福苑大火最先着火嘅地方，好有可能就係宏昌閣後面1樓同2樓之間嘅呢一個平台。咁跟住，我哋根據呢一個位置嘅特徵嚟分析下可能嘅起火原因。嗱，呢個位咧係一個好特殊嘅位置，佢係一個平台，好容易堆積雜物。如果唔及時清理，就有好大隱患。而要清理呢度係比較麻煩嘅。前面有圍欄，雖然根據呢一個街景圖，我哋睇唔晒全貌，我唔確定兩邊會唔會有一道門俾你行出嚟清理。如果係冇嘅話，咁就可能要靠走廊嘅窗伸出嚟。單憑呢一個街景圖，我哋冇辦法知道更多嘢。咁一般呢啲位置係點樣去清理？係咪真係要由個窗伸出嚟呢？如果有觀眾係知道嘅話，歡迎你留言討論。嗱，咁如果真係要由個窗爬出嚟或者伸出嚟清潔嘅話，就有另外一個問題啦。工程公司係用發泡膠全部封窗，咁佢哋有冇留呢一個窗出嚟定時清潔下呢個平台呢？如果冇嘅話，咁就麻煩啦。呢個位成個兜咁，有啲咩全部都兜晒喺度。封窗過程中會唔會有啲發泡膠就跌咗喺度呢？平時嘅維修過程會唔會有啲工程碎料啊、紙巾、膠袋、膠樽諸如此類嘅易燃雜物跌咗喺度呢？一旦長期係冇人處理，就會形成易燃堆積物。咁11月26號下晝當時嘅情形會唔會係咁呢？有個人食咗支煙之後，佢熄咗支煙，佢以為支煙已經完全熄晒，但係實際上仲未。然後佢將煙頭抌落嚟，跌咗響呢個平台度，點着咗啲雜物。而呢度就直接係兩個用發泡膠封住嘅窗。當然啦，唔係話一定就係煙頭，但係呢度好有可能係有火種點着咗易燃物，從而引發咗呢一場大火。所以呢一個位置搜證嘅時候會發現到啲乜係關鍵。以上全部都係基於公開資料嘅分析同推論，最終火因依然以消防同警方嘅調查為準。呢一場大火對好多居民嚟講係一次好沉重嘅經歷，
希望各位平安，可以慢慢走翻出嚟，生活可以早日回歸正常。